天氣凍冰冰，最啱就梗係打邊爐。今日我哋嚟曼城 Oxford Road 附近揾食，行10分鐘到就會嚟到呢間餐廳。佢叫做 Salt and Tokyo， 有超市同埋餐廳嘅部分，有回轉壽司同火鍋，喺英國唔常見，所以貪新鮮就嚟玩下。最啱帶小朋友或者本地朋友嚟體驗一下。新開張，裝修就梗係好靚，圍住啲台就係佢條回轉帶。今晚星期五特別旺場，差唔多坐滿晒，所以最好打電話訂咗座先。坐低就先揀咗湯底，佢有7款俾你揀，有辣有唔辣，任君選擇。我哋就揀咗呢2款湯底：松茸菌湯、番茄濃湯。跟住就喺佢個醬料區度揀調味料做混醬。回轉帶有唔同嘅食材，顧客可以隨便領取，跟碟嘅顏色收費。蔬菜、肉、粉麵、豆製品類咩都有，仲有海鮮例如蟹、蠔等，仲有壽司、魚生添。如果出邊回轉帶冇你想要嘅嘢，你都可以掃個2維碼喺佢菜單度落單，等一陣啲嘢食就會有專車送到嚟你面前。Roger 有佢食火鍋，我又有得另外叫魚生，一石二鳥。我哋叫咗呢一個日本 A5 和牛片，啲雪花紋超靚，好公平㗎，一人一塊。跟得我多，越嚟越識食，仲識得教隔離台話火鍋係將啲生嘅食材放落滾湯度煮熟。佢話和牛肉雖然貴啲，但係好味好多，油脂分佈平均，牛肉味又重。食飽飽出邊仲有雪糕機可以玩添，我仲試咗佢個牛奶味雪糕，奶味超濃，合晒我河車。走嗰時仲可以順便去超市買埋嘢返屋企。咁好玩好食，你哋都想唔想過嚟體驗啊？